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局伫昨暗11点半发布苏拉风台海上风台警报，上紧下晡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三、拜四影响台湾上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带团去上海参加3天2夜的双线论坛，强调讲两岸需要对话。上海派出副市长花园接机。早起6点外，台中有民众啉酒赛车，拢入去西屯一个建内，规台车拉落去地下3楼，加在车顶2个人是无性命的危险。新闻台先来看气象局伫昨暗11点半发布苏拉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陆上风台警报上紧伫今仔下晡会发布。因为苏拉风台移动的速度无紧，拜三、拜四是苏拉风台影响台湾上大的时阵，包括东部佮有南部，拢要特别注意大风大雨。风台敢会甲刷来的海过风台形成双风台的效应，气象专家是认为讲，目前看来应该是袂。风台苏拉在11点，在咧台湾东南边440公里的所在，继续挖近台湾。而北岸气象局也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那状况变化无大。而到下晡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头一个受风台影响的地区。东半部地区来说，今天晚上到今天深夜，慢慢降雨的情况就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些。其他各地则在中午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像中南部地区、北部山区会下午后阵雨。气象局表示，如果早时各地头要是真烧热，是过头了后会落西北风的天气。气象局嘛针对北部、南部、东部部分县市发布高温资讯。30开始，风台影响渐渐明显，雨水会开始变多。至于明天白天东半部、恒春半岛降雨的状况，时间就会变长，整天会断断续续会有阵雨。而另外在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和澎湖、金马祖也有一些短暂的降雨。至于中部地区，仍然是属于早上可以看到阳光，中午以后会下午后阵雨的天气。气象局提醒，而到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沿海、离岛、南势会有长影。30开始到9月初3，各地头沿海也有长影。根据交通部统计，到29早时10点为止，国内线航班已经取消2架次，船只有5条航线停航，计共23个船帮受到影响。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来看台中市有一个40外岁民众，早起6点外赛车经过西屯的文心路甲青海路口哦，结果去弄入去一个工地，规台车摔落去地下3楼，加在车顶2个人有救出，嘛无性命危险。这个驾驶是有啉酒赛车，嘛已经予以公共危险罪上班。日行道顶悬的条互人弄断去，工地外围墙甲护栏嘛互人弄破去。出代志经石桥车驶落去工地地下3楼，车头拢总毁掉。台中市29透早6点外发生严重的车祸，44岁姓吴的男性赛车载女朋友，经过西屯区文心路甲青海路口，唔知安怎强向高速动入去建案的工地，规定全互监视器翕落来，加载无造成过路人甲其他车辆伤亡，唔过煞互附近的住户惊一条。啊那变者，我死了，我是讲那较大声，我讲哎呦。这车桥来看者，我要起18点嘛，对无？要起来，哎呦，哪大声！警察收到通报，赶到现场协助脱困送医。姓吴的驾驶经过抽血检查，就测达到1.21，有血膜破空、骨头断去的状况。女性身体有刺伤，不过2人拢无性命的危险。工地现场已经有封锁线，家属嘛来了解状况，强调会车吊车来把车刷走。肇事的是成年人嘛，他自己会负责。对啊，我们只是因为他现在人在医院，我们要协助处理这样子，不能耽误人家工程。一部4小客车沿文心路往南，那冲撞人行道后掉进建筑工地，那驾驶及乘客均受伤送医救治。那驾驶经酒精检测值有超标的情况。那全案将依公共危险罪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车主赛车弄入去工地，损动内底设施，警方要安怎讨赔？工地人员唔愿意表达意见。警方表示，姓吴的驾驶因为酒测达超标，已经违反公共危险罪，专案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的中正路甲凯旋路的路口，装一个建案的水管去挖破去，工地淹水。虽然建商甲自来水公司早就甲管线补好了，也毋过工程才打开始就出包，互附近大楼的住户是真烦恼哦。麻烦讲市政府就要严格来监督。 工人暗时浸伫工地水池仔内底，伫找漏水的原因。高雄中正甲凯旋交叉路口，当地施工的建案，疑被因为挖破水管开始漏水，到暗时漏水已经变成水池仔。市政府给他的答复都是说，现在那边的地下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在他们的基地里面开挖，结果昨天傍晚的时候就 挖到水管，工程初期就出状况，挖破水管，互隔壁大楼的居民烦恼，会影响大楼地基，造成崩落的风险。加上建案围篱阻碍着通行，互附近居民真不满。他没有去反映说把路围起来了，人家没有办法通过嘛。之前的地下室打掉，那就出现这个问题。那开始挖连续壁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那更担心啊。而到透早怪手赶工将工地内底的坑补平，建案工作人员表示，水管透早已经甲自来水公司的人做伙处理好啊。管线我们有查询了，他说没有管线在那边啊。今日上午在这个工地的现勘，那初步是已经确认现场没有其余管线的问题，没有抛物的部分。 高市工务局透早派人来稽查，因为建案目前无公安的疑虑，但因为建商无照规定清查附近管线并通报，会照建筑法开罚9000块，并要求起造人确认管线进行回报了后，才会再继续施工。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 联合国大会9月要伫纽约召开，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伫外国媒体投诉，呼吁国际社会要甲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架构。外交部今仔嘛来说明推动参与联合国的规划，嘛强调讲美国甲各国的支持拢有正大的影响力，嘛讲国际社会当给予台湾一寡支持。各种的支持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它能够造就一个声浪跟一个影响力哈，我们没有办法去告诉说美国人怎么做，但是每个国家的支持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这个透过众议院所提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今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关键性的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275-8号的决议无干涉台湾的主权，对台湾参加联合国相关的体系是敢有作用呢？各国是拢会关心哦。咱国外交部对这个决议是表示真感谢。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嘛讲，甲台湾排除伫联合国的体系是联合国的损失。 再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带团去上海参加3天2夜的双线论坛。蒋万安伫出发之前是表示讲，两岸关系无平静，所以愈需要对话。伊要以实际的行动为台北甲国家争取繁荣甲和平哦。今仔早起去上海是由上海市的副市长花园接机。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继3年展开实体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伫9早起带团为上潭机场出发，此行真受关注。透早也有独派团体台湾高校长举牌抗议。这趟双城论坛很引起各方的关注。台湾是开放的社会，中华民国是民主的国家，任何重大的政治决策都一定会有正反不同的意见。这是台湾，是中华民国最宝贵的资产。 蒋万安表示，作为台北市长，有责任把握任何机会争取繁荣发展。无论两岸关系是顺境还是逆境，双城论坛继续维系两岸关系，传达和平甲对话也主动提起。中国定禁止咱国农产品输出大陆。现阶段，两岸关系确实不平静，是渴望和平、安定与繁荣的台湾民众所不乐见。近年来的农渔产品销售以及商务的摩擦。 却迫切需要对话的机制来解决。蒋万安一群人到上海了后，由上海副市长花园接机。代表上海市政府向地方代表团表示欢迎。双方握手小酒问了后，蒋万安就启程前往阳山清水港参访。这也是两岸关系74年，蒋港后代头一摆以公职人员身份访问中国。中国除了高度期待，更加是特别谨慎。记者综合报道。 中共的军机最近直接派出大型的无人机来搅扰台湾，甚至飞过海峡的中线。国防部今仔公布发现讲，一只
BZK-005的无人机飞到西北空域，佮射台湾一日。嘛强调讲，咱的国军全程拢有监控。专家表示讲，解放军应该是想要用无人机来调查咱台湾东北部的情资。共军最近常常派军机鸟台，更加用大型的无人机飞过海峡中线了，飞向咱东北空域。除了离北和日本的自卫队协调，离到侵扰台湾的力量是更加增强。国防部公布，再度增设一台 BZK-005无人机，自西北方向空域进入了顺时针射台湾一年，国军有全程监控。台湾东北部，这重点是这个地方在宜兰也有一些防空飞弹的设施，现在要开始进驻到宜兰去。中共已经知道了，所以中共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他已经成熟的运用，而且会越来越多的价值。专家分析，除了共军想要用无人机侦索东北部的情资，更加想要借此消耗咱国军的战力。因为伫这几年，共军大规模扩展军力，美国国防部计划伫咧未来2年内部署几多千台无人机，来对抗中国军队的数量优势。美国的这个不对称战略之一，可以用来平衡中共快速增加了各种载台的数量，达到以更低的成本来制衡中共的效益。其实国军也是往这个方向去进行准备。伫即马世界各国拢联合对抗中国，加拿大海军3台军舰已经到日本的横须贺港，准备参加多国联合军演，要强化印太地区的安全。加拿大军舰将会伫咧横须贺港停到9月初一，增强甲日本的关系，然后出发参加演习。日本共同社讲，加拿大军舰伫离港了后，部分将会参加通过台湾海峡等行动，借此来做到甲民国的安全承诺。记者综合报道。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昨日在帮郭台铭徛台时，讲台湾的家庭暴力案件遮多，拢是因为无在调受理蔡英文甲蓝建仁，这段话引起真侪争议。杨志良本底是无要回失的，也毋过昨暗发声明，讲伊只会向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回失的，绝对袂向害人民生活痛苦的蔡政府道歉。为什么家暴？我主人我没有办法去修理蔡英文。没有办法去修理这个陈建仁，因为他有保镖，那怎么办？就去修理比我更弱的人。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接受邀请担任宣布要独立参选总统的郭台铭帝国成员，因故伊做港时阵的言论引起各界讨论。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讲党话批评，对于受害者的伤痛完全没有办法了解，而且他还鼓励这个暴力，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们都感到相当的遗憾。总统府发声明严正谴责，讲杨志良伫咧国民党执政时期，不担任负责全国家暴防治的首长，散播个受害者的伤痛，为着选举乱讲话，认为杨志良应该向社会大众道歉。郭台铭已有淡薄脱稿替杨志良讲话，郭警办是建议杨志良应该道歉，不过昨下昼杨志良也个开记者会讲绝对袂道歉。我问你，今天这么多家暴，跟蔡英文都没有关系吗？是这总统府里面把台湾搞得水深火热，要道歉的是蔡英文，为什么我要道歉？我一个老百姓不能讲话吗？40民主国家，我说这些话，你总统府要我道歉，我就是不道歉，你要怎么办？你总统府派人把我抓起来吗？延过到昨暗9点多，杨志良透过声明讲，对经历过家暴的朋友，因为伊的家暴讲法引起无欢喜的心情，感到抱歉。但是对蔡政府造成人民锥心毁裂、痛苦万分，伊绝对袂道歉。对杨志良家暴的讲法，立宪基金会指出，家暴的问题是社会议题，牵涉到真侪复杂的层面，希望政治人物应该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法，毋是伫选举时阵提在互相对骂。记者综合报道。小联赛风台雨水未少，水库的进水嘛未少。今仔早起，经济部就宣布讲，台南地区的水情顶好，对提起的绿灯全正常路。相隔一天后，台南的水情总算搁恢复正常。因为最近常常落大雨，南部上大的水库闸门水库水位即卖已经有223公尺，而且也咧继续增加。南化水库也维持满水。台南的水情是愈来愈稳定，
经济部伫9透早宣布，台南地区的水情灯号为提醒的青灯转到正常，也解除考还经济部水利署灾害紧急应变小组。它的蓄水百分比大概78% 左右。那雾山头的蓄水率要到达73% 左右，那2个水库合计的一个蓄水量是4.53亿。7月到8月有明显的降雨，那整个水库的水位，这种水库的水位有做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所以我们水利署在今天早上就把汤澳调整为水情正常。台南的水情灯号为去年8月27了后调整做提醒的青灯，水情也是真紧张。到今年3月，甚至变作减量送水的柑仔色灯号。让一冬了后，即马总算转正常。不过，接落来苏拉风台可能带来大雨，南水局也启动防灾措施。还是会很审慎，因这台风期间将依台风的路径跟动态来调整水库的操作策略，预留水库必要的滞洪空间，来减轻台风大雨期间下游河道的负担。另外，南水局提醒，虽然目前水库的水量有变侪，但是也是无淹过降期水量的9成。加上最近天气变化大，落雨也无稳定，呼吁民众也是爱准则用水，才会当延长水资源的使用时间。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网络平台 IN.B 防指控诈骗有上千个人受害，检方侦办认为相关用假投资的手法违法吸收90亿的资金哦。今仔是以违反银行法、有洗钱防治法定罪，针对曾耀雄爸母、有前行政的顾问陈建坤等31个人提起公诉，嘛帮 IN.B 宣传的艺人姓迪如是无起诉处分。是恶意脱产吗？害人家家破人亡，不会觉得抱歉吗？在下总统官陈耀峰，这夜老爸挂名成立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INB， 甲伊查某朋友张秀芬等人涉嫌用假借款骗投资人，这年来违法基金高达90亿。经过几6个月调查，检方提交侦查总结，依照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名，甲陈耀峰爸仔囝张秀芬总共5个月，加前行政院顾问陈定坤等31个人提起公诉。征信被告为本件违法吸金案组织发起之首谋，严重危害国家金融秩序，于侦查中并企图回复其他共犯，隐匿犯罪所得，请予从重量刑。陈耀峰那早就讲，责任由伊一个人负责，也惊讲财产被扣下，抑搁是张定坤协助暗砍犯罪所得。伊拿张秀芬、颜妙珍等干部伫烦恼一直辩解，起诉名单内面有4个人，互检方建请中当量刑。政府的无作为，政府的疏忽，让这些诈骗集团能够诈得高达90亿的不法资金，是非常夸张的。今天是全新的开始。把出现伫咧 INB 宣传片，虽然艺人郑竹如不定情讲是相片互人偷用，无接代言。不过检方查出伊是收钱拍广告，不过伊只是照大字报读，无法度确定伊对案件是毋是知情。包括伊在内有5个人得到无起诉。调查局的投1300万，他跟我说：“阿芳老师，你赶快用你的方式，可以弄多少钱就弄多少钱。”有一位姓周的调查官也看到这件代志。被指控靠着职务的身份优先领回本息，换出无立案侦办。虽然检方甲贪渎的部分以行政牵结，不过另外发现伊有对外伫咧推广投资 INB， 并且分着2万外块的佣金。因为伊这个是招出来人，所以无构成银行法的罪责。但是公务员兼职的部分由权职机关进行行政听诉。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预告要修正中国汽车买卖定型化的契约，修正了后，代表讲未来中古车商伫交车了后，车若是有状况，嘛是爱负责，这引起车商正大的反弹。车商是认为讲未来买卖纠纷一定会变多，所以这个法规应该爱调整哦。商业署是表示讲，会搁来听询各界意见，再搁来开会讨论。路边排几排中古车，等等人来买。经济部这个月24，预告修正中古车买卖定型化的契约，内容精定袂当记载排除或者是限制交车的时阵，无法度发现的问题担保责任。也就是买卖完成了后，车若是有问题，可能要是爱由中古车的车商来负责。我们跟客人买的时候，也是以现况，我们只能保证这车有没有事故，有没有泡水，然后引擎
变速箱有没有正常，但是它能撑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毕竟是机械的东西。像这些中古车，有的时候都5年到10年了。这个车子的性能有没有出过事情的？按这个车商有没有这个负责任？他维修好，不要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消费者。经济部商业署回应讲，这个月24日第60天会定询甲收集各界的意见，嘛会召开相关机关甲专家学者的草案检商会议来讨论。也若针对各类型定型化契约条款的审查，行政院消保处嘛有一套标准。只要是任何的定型化契约条款，都一定要符合，不能够将这个风险借由条款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承担，或者是呢借由条款的方式让我们的消费者负担更不利益的情形。有中古车的车商认为讲，安尼可能会冲击到成本，低俗车商的市场大景是无解到，世间的恐惊都爱关门的情形。消保处副处长陈成宏说明讲，任何消费型定型化契约的条款，拢爱符合双方平等互惠的原则。内容内底较有争议的问题担保相关的责任，民法甲消保法拢有明确规定。希望经济部会当好好甲外界协调甲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人力银行将对工课场霸凌调查发现，讲有8成3个上班族拢捌拄过霸凌，一半以上是讲话口口声声，有4成以上的加害者拢是主管6成的上班族拢是吞忍落来，无想要甲代志闹大。一般来讲是入20.5个月才会离开。真紧甲汇报好势，一箱一箱甲贴整齐。Andy 今年24岁，原本是物流公司夜班理货的人员，因为分数编的同事袂少是较济岁，有黑社会背景，或者是欠小来做散工的。伊因为较少岁，伫做工课的时阵，常常去互言语霸凌，甚至是有人甲起骹动手。忍耐1年了后，要是辞职。用手去推你，或是用脚踢你。骂的话可能比较多，像是脏话之类的东西。主管不会一直在你旁边，就没有办法无时无刻都处理到。这个 Carol 因为真介意日本文化，所以去日本的百货公司食头路。在做工课的期间，受到主管针对性的对待。在身心状况出问题了后，果不离将转读，离开让伊感觉充满负能量的所在。没有社会人的自觉吗？你为什么要给周遭的人添麻烦？你是笨蛋吗？连这些都不懂。人力银行发布工课场霸凌的调查，结果超过8成3的上班族有拄过工课场的霸凌。上接拄到的情形，包括讲话讲口舌，有56.9%占上济；过来是伫咧背后中伤，散布谣言的是49.9%。工课场霸凌的加害者，上接看的是直属主管，有44.1%。有6成的上班族是吞忍，无想要甲代志闹大，平均会忍耐20.5个月才离开。我会建议你可以找一样被霸凌的对象，像你们公司的工会、福委会或者是人资单位来进行投诉。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录音录影的方式保全证据，以备不时之需。人力银行表示，透过权力滥用、甲无公平的处罚造成的持续性冒犯、威胁、凌辱、孤立、甲侮辱，所以包括肢体、心理。言语暴力、甲性骚扰这4类，拢互看作是不法侵害。上班族若是选择结点点，将来互霸凌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全教总争取予代理教师会当有完整的聘期今年总算是落实了。虽然主管机关表示讲，代理教师的薪水是比较专任的教师，也毋过全教总指出讲，即马一般大学毕业的代理老师，研究费是拢互拍8折咯。本身的起薪嘛拢无共，所以呼吁教育部应该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中小学8月30就要开学，有关有学校找无代理的老师。全教总指出，老师的待遇有本行甲学术研究加级，毋过大学毕业的代理老师待遇比有教师证的老师搁较低。基本来讲，有教师证的人1点钟190块，无教师证毋过有修教育学程的1点钟180，那2种资格拢无的是1点钟170。另外，伫学术研究加级，代理老师是直接互人拍8折。全教总讲，这是歧视性的薪水。大学却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歧视性的一个给薪的方式，学术研究加级已经打了8折了，好，大概少了4000多块，本薪的部分降了2级，它的待遇就会少到5000，将近6000块。全教总指出，大学毕业的代理老师一个月薪水无到4万块。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认为，本行甲加级拢互人拍折，根本就是绑2领皮。认为就是因为教育部无制定全国的标准，才会致使这款的结果。
放任地方政府各自行事的状况，就会变成是全国代理教师的聘期不一致，所以让地方政府像是省钱省出心得一样，恣意的来做一些扣除又或者是打折的情况。教育部到1个进前也无回应，全教总呼吁大学毕业的代理老师对教学同款认真，应该按照专任教师的标准。立委王婉如呼吁教育部爱制定统一的标准，莫让财政弱势的县市无法度甲优秀的老师留落来，影响学生的受教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政府伫民国38年前来台湾，当时有一寡国军搁伫泰国、缅甸因的亲临后代无法度申请台湾的居留证。根据统计，目前搁有1万外的泰国、缅甸的军人后代，因无法度摕到台湾的居留证。也毋过，伫今年的7月，有一间35档拢无国籍的阳性士伊成功摕到台湾的居留证，互其他人又搁感觉有希望咯。我们一起。大声话要转来，几60位泰缅的国军后裔离岛来到立法院，因大部分拢无台湾的居留证。政府民国38年前来时阵，有一寡国军留伫咧泰国甲缅甸，因的家属甲后代也留伫咧当地，想要来台湾摕到国籍煞无法度。几多年来一直来回台湾甲泰缅，有一位35年来拢无国籍的杨先生。今年7月总算摕到居留证，成做第一个泰缅国军后裔成功的案例。我冒上生命，然后滑了半游半滑16个小时才到达金门。停留证他不能工作，那如果我依法的话，我是不是就要饿死了？那这35年我不敢生病。我们办来的时候，刚好政策改变，妈妈就没办法办了。是以探亲的方法进来，就是给我们申请，就是探亲6个月。83岁村婆婆一直希望会当摕到台湾的居留证，在过去15年来，拢是透过探亲来台湾。这么年纪愈来愈大，家属希望会当可以摕到居留证。立委汤惠珍讲，政府过去无友善的政策，造成真侪泰缅国军的后裔明明符合资格，也过拢老高期无法度摕到国籍。根据统计，伫即马一个1万外位泰缅国军的后裔无摕到居留证。15年来的那种颠沛流离，那很残忍，没有国籍，没有户籍，根本不是在台湾应该有出现的这样的现象。汤惠珍讲，目前甲民间团体合作，继续收件，国军也伫咧研究办法，协助即寡应该被政府照顾的国军的后代。伫台湾免搁再闪避，会当自由自在好好过日子。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当地中国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伫昨甲中国商务部长王文德达成共识，双方要成立新的工作小组，讨论经贸甲投资的议题。也毋过雷蒙多嘛强调讲，美国方面伫国安问题绝对袂有让步。这几档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减少，外资嘛真侪拢撤离中国咯，这嘛互中国的企业只会当靠国内的资本来发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离别伫咧北京，甲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德会谈了，双方有几多项共识。首先，两个人一年即将会面对面会谈一遍。另外，美中双方将会成立新的工作小组，来解决美中双边的贸易甲投资的问题。同时，也要建立出口管制信息交换平台，来化解北京对华府国安政策的误会。但是雷蒙多强调，美国伫咧国安议题是未妥協。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being transparent about our export control enforcement strategy. I want to be clear, we are not compromising or negotiating in matters of national security. 雷蒙多伫7到30访问中国，是今年第4位访问中国的拜登政府高层官员，也是5年来第1位访问北京的美国商务部长。外界认为，伊这桩袂有伤过大的突破，主要是要稳定美中的经贸关系。雷蒙多离别也讲，美中有稳定的经贸关系，对双方有利，也是全世界所期待。雷蒙多这边去中国，拄好是中国经济恶化、出口甲外资拢减少，一个青年失业率增加的时阵，这也代表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最新的资料指出，美国对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
自2021年的329亿美金降到2022年的97亿美金。外资的来源无够，中国的企业就愈来愈依靠国内的资本。为一种名叫做“简单的扑克牌游戏”，也真济金融家募款的手段。金融家因开始算一种一算就要几落点钟的牌局，该当作是一种加掌握当地投资计划资金来源、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有一寡企业的负责人甚至下令所有员工拢要学晓这种掼蛋，因为伫咧金融领域，消息就是金钱。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台东市的建农里又要起饲鸡场咯。这里嘛已经有4间的饲鸡场，所以今仔早起里长甲里面去县议会抗议。另外一个康乐里的里面伊嘛要求讲卖阁起新的饲鸡场。29早起，台东县议会内底外口拢伫抗议新起饲鸡场的代志。台东市建农里已经有4间饲鸡场，最近阁要新起第5间。而且建农里还阁有粪扫坑大场、甲喷的处理场，里长代表里面真情，要求停建新的饲鸡场。民众每天打开窗户，闻到的只是鸡屎味。另外一个康乐里早起嘛有50外个里民，早被布条去县议会真正抗议，因为因的生活甲做菜的所在已经有1间饲鸡场，今嘛业者阁要起1间5公顷的饲鸡场，互因是无法度接受。这好神呐！啊，阮伫安尼热到要死，啊，搁互伊空气污染安尼。台东土地这么大，肯定是会找到一个至少没有一个聚落的地方。两个里拢表达卖阁新起饲鸡场，县议会嘛拢接受伫证书。按算9月初1，县议会审查人民请愿案，会要求县府修改台东县新设置畜牧设施管理自治条例，检讨单一区域内底设置的密度，而且扩大离人民的生活圈至少1公里。那在106年的时候，其实议员又自己提案，把这个1公里又缩短成500公尺。那所以这一部分县政府其实是会尊重各位，就是所有议员的意见，我们会遵照议员的意见来做执行。台东县政府强调讲，饲鸡场的总量管制甲规范，目前中央甲地方政府拢无相关的法规。不过议员若是有提案，县府嘛会纳入自治条例修法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头一条自办家己起的捷运热线，罗德区到桃园620公尺的崩坑总算拍通了。桃园市长张善政早起去视察了后，嘛表示讲，本地115年G13站往北各街路段通车的这个目标，即马办讲会当来拼往南来延伸，进度搁再增加1800公尺到地下段的热门特区站。尖墩机一直向前进，桃园头一条自办兴建捷运热线，经过563天，完成罗德区北出头段到桃园区G12站620公尺上下行2条崩坑贯通。这个期间克服真正的石残，软过国道1号，加出头口大量出水，3项重大工程挑战。刚好在高速公路这边有所谓的曲线段，所以我们也用异形的环片，在最小的曲线半径里面，我们把它完成了。桃园市长张善政2早起前往工地视察崩坑贯通情形，甲了解所落来尖墩机向G11站艺文特区发展，会整恶1232公尺崩坑。在2026年拼拼看，能够把我们的通车路段拉到我们的艺文特区，也是G11。我们桃园的市民可以大大体会到我们绿色捷运所带来的效益。捷运工程局表示，目前捷运热线整体进度约50%，有计113年完成崩坑贯通作业。视察了后，市长张善政也指示，原本预定115年G13站往北高架路段通车目标，并往南延伸到地下段的艺文特区，增加热线承载效应。记者综合报道。苏拉风台接近台湾，花莲水尾乡的文旦柚目前是大出，也毋过农作找无工人来收，所以农民是真伤脑筋哦。另外，台东县政府嘛已经甲可能发生土石流的山区来划设管制区。另外，即马往来红头树佮绿岛的客轮哦，嘛拢已经先暂停航咯。因为惊风台来，辛苦一年的成果拢乌有去。花莲水尾福冈文旦山区的居民，差不多总动员去山顶搬文旦。照旧例，采收文旦一般拢伫咧白露进前3天至5天。即马农业科技发达，会当伫咧火下了后，23至25个礼拜来采收。如果是不是这个台风来搅局的话，我们可以
慢了5天，是正是时候在白露前，但是这个时候来，说不紧张骗人啊。不过，规个看起来采收的临时工，大部分拢是庄仔头的老人甲富人人，欠工的情形严重。北北外公顷的山区，要赶在风台内进行采收好了，恐惊是有困难。大概1天需要1000个工人，我们大概预计会缺2到3成的这个工人。本来有军方要支援我们采收，那碍于相关的规定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来协助。现在台东县府已经伫29饭店柜宣布，部分危险的水域禁止入去。除了救封锁线以外，嘛请村里长用广播来放送。复工渔港内底渔船嘛无出港，往回南苏甲绿岛的客轮，今仔日嘛全部停驶。台东县政府已于今日零时将台东县内各海岸地区及港口列为管制区。对于管制区内逗留之民众，经劝导仍未离去者，将依违反灾害防救法规定，搜证函送台东县政府裁罚。另外，台东县府嘛甲向阳山区、大武山区各溪流的水域，拢列入去管制区。限制或者是禁止民众入去，违者会依法举发，罚5万以上至25万以下罚款，请民众多配合。记者综合报道。有89栋历史位伫台北市阳明山的草山派出所，台北市政府伫2015年甲伊订立做历史建筑，今仔修复工程正式开工，会投入2500多万预算，要用1档6个月时间来做整修。未来嘛，希望各位港家附近的草山行馆等文化资产做回来推动观光。第一进城，开地平安。金沙跳甲土开起来仪式，希望工程开工一切平安。有89年历史，伫台北市阳明山草山派出所修复工程伫29正式展开。这个点见证了从日治一直到国民政府来台湾，那从一个派出所。最后变成整个的这个当时的老总统，还有当时的这个中枢在这里全力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这个小小的历史的建筑遗迹都见证了这个历史。对外观来看，老建筑经过数十年的光景，虽然有较旧啊，不过也是当看出原底建筑的规模。整体的架构是有更平经历，内部的空间是可袂少原本建筑的部分解体。草山派出所是日本时代1934年由设计中山堂、总统府等等建筑的建筑师井守勋打造，是迄当阵的治安维持单位。整体建筑采用河洋混合的风格设计，后来更加是保护总统甲重要官员的建筑。伫会所侪年了后，因为土地甲建物等等的所有权的管辖引起争议。2011年捌面临拆除的命运，一直到2015年，去互台北市列作是历史建筑才保存到今。今年启动修复工程了后，按算2025年完工。就是说，借由这一次的修复，从八旅馆到草山派出所，一直到御宾馆到中山楼周边，会成为整个区域活化中的一个文化资产的亮点。修复工程会投入2598万的经费，目标是希望会当经过历史建物的保存活化。串联草山派出所附近的草山行馆、草山宜宾所等等的区域的文化资产，推动阳明山温泉小镇的计划，让这片土地宝贵的历史持续流传。记者综合报道。新地的新丰庙，逐当伫中元节的前2天旧历的7月13暗时，照例拢会派出新丰爷的大公主出巡，和沿路的孤魂野鬼有机会来声援，嘛提早甲外口的恶鬼收回来。有上百的民众手举火把行伫市区，场面是真壮观。自晋风为龙宫多上公爷，奉祭金光。向新丰爷报告说，除了犯下2位将军以及新丰爷大公主，沿路民众大家手举火把出发，和孤魂野鬼声援。因为7月半新丰爷会出巡，因是提早出来替新丰爷清查路线。大公子出来替城隍爷呢，在7月15之前呢，走7月15我们奉子正宫绕境的同样的路线呢，先出来巡一下，来看看这个放出来的就放假的好兄弟，看大家有没有吃好，有没有大家好不好？新的新丰庙，当年除了旧历7月13夜巡以外，另外还有一项传统文化家家活动。民众身躯顶挂的是代表罪过的纸锁，相信祈求新丰爷的赦免。学者指出，民众用家家的方式
除了有替忏悔的意思，也有提起家己唔通搁再犯的意思。夯家解厄的这种习俗，其实它就是借由这种一种苦行或一种虔诚的这种承认忏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涤化你的一些洗清你的这个罪恶。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心理上了，或者说可以让提醒你自己该怎么样导正，然后让你自己的身心灵更能够纯化，至少在做错这个求这个身体保健或者求厄运的这个去除方面，透过神明或者是神灵的力量，能够帮你解除这些罪愆。旧历7月，中原普渡除了拜好兄弟，在民间信仰内底嘛有袂少风俗甲禁忌。学者表示，不管什么形式，拢是爱大家感恩、忏悔、讲好话、做好代，因为有好心、好运就会家己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旧历的7月14嘉人中原的放水灯，嘉人的中原普渡，逐档拢会互无共姓的宗亲会轮流来做主普。每一个宗亲会拢有家己的斗灯是会员的代表，这斗灯大个嘛拢是工艺品，做伙来看卖。今年嘉人中元节旧历7月13这天会举办迎斗灯的仪式，会伫嘉人港田寮河边举办。嘉人每一个二姓宗亲会拢会有家己的斗灯。斗灯嘛是二姓血缘的精神象征。今年迎斗灯是轮到4国宗亲会来做主普。因为张权械斗造成很大的死伤，然后有地方士绅提议说以阵头赛拳头。两边的高家丁啦，高家丁的双方的头人握手，已经代表说已经融合，大家拢跟他兄弟啊同款啦，就不会有像以前的一些纷争啊、打架，有的没有的。迎斗灯是7月15，嘉人中原放水灯游行进行活动。上精彩的部分就是嘉人北管乐、第一堂甲自乐社，这两派用音乐比拼输赢。那斗灯就是传统祭典当中的工艺品。就我们的宗亲会来讲，就代表着他们整个的一个传承，跟他们的祖先到现在打拼的，特别是有很多宗亲会的斗灯，其实它都是相当精美的工艺的作品哦。嘉人第一堂表示，斗灯逐年拢爱登到庆安宫充电加持，才会当保庇宗亲拢平安，嘛互民众了解神明的智慧。用血缘代替地缘，用音乐拼阵头取代小台拍破头，合作军融合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记者报道。台湾布袋戏的历史是真久长咯，各地台湾博物馆馆藏布袋戏红仔各文物都有上万件。大博馆出版一套记录布袋戏文化发展过程的册，暂时发表头2本哦，那么做伙来了解。戏台顶悬西电社布袋戏真拍拼的演出，那台下卡的破瓦声是吹袂停。过去西电社捐2700多件布袋戏红仔，予台博馆收藏研究，嘛予台博馆的戏红仔收藏累计超过1万件。那即阵伫文化部计划经费的支持，台博武戏馆藏系列的第1本册甲第2本册总算是出版啊，内容包括传统武戏艺术收藏甲研究，一套拢总8本册，也有6本还未发表。会当讲是台湾武戏的工具册。我们把这1万多件的这个布袋戏可以从整次，然后修复，还有包括那个相关的诠释资料跟它的历史、文化的脉络的相关资料，这个基础资料的建立。那我们建立以后，我们再来的动作就是希望可以拓展研究，还有这个展示，还有教育推广。目前台博馆11万件收藏当中，干那布袋戏红仔都占了1/10，是全台湾收藏上济博物馆。西电社董事长嘛讲到，面对布袋戏人才出现断层，要安怎让少年人重新认捌布袋戏是因的社会责任。我是希望讲一寡少年会当投入这个布袋戏传统文化去来挖掘伊的精髓，用伊的精髓去个再造这对台湾来讲，不管讲规个产业的发展也好，还是这个文化的扎根拢是真好的一个方向。台博馆嘛表示，这款武戏的文物经过系统性的整理，佮数位化了后，未来嘛少年线推出以武戏做主题的特点，让武戏艺术加做台湾民间艺术发展的重要底子。记者综合报道。
台语保育联盟以台语结合木球的运动，伫台南办一个全台语的营队哦，用台语来领摆各种的运动，那么做伙来学习。公门。过门有咧三锤。手提球锤姿势徛好势，看好准才讲。因目标要比谁人用上少间过门，看起来简单，毋过一个无细腻，控制无好就出界，就要搁加一间。真侪囡仔头一届接触到讲木球，拢感觉足新鲜。蛮有趣的，一开始拍了无介好，毋过后来愈拍愈好，感觉是一个真好的运动。木球运动是台湾本土发明的，目前已经推展到54个国家。不过这是台湾武艺联盟头届甲武艺结合运动来办营队，教囡仔讲木球的台语词类。教育毋是干那讲教咱囡仔读册，体育嘛是教育的一个真要紧的部分啊。这部分准来讲，咱拢会当用台语来讲，安尼咱就当然对要互台语会当伫咱的生活中佫保存落去。伊的意义更加重要。你若对什么有兴趣的时阵，你会开较侪时间。囡仔为细汉就熟悉这个木球，对这个木球未来发展，伊一定足有机会代表咱台湾代表队出去外口甲人比赛。带囡仔到球场，哪耍木球，哪讲武艺，就算过程中有出锤，这个全新的体验，互因留下难忘的回忆。台湾武艺联盟理事长罗光成表示，那各种运动拢会再发展一套台语的讲法，安尼台语会让真做主流佮实用的语言。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芳伫大自然的生态链哦，对管理生态的系统是扮演真重要的角色。也毋过有一项调查就显示讲，受到气候变迁、沙糖剂的影响，美国伫去年的一冬哦，就有48%芳大量死亡。蜜蜂伫咧花丛内面飞来飞去，不时会停来采集花蜜。这种体型正细只的昆虫，伫咧大自然的生物链内面，对管理生态系统食物供应是正重要的角色。会当为人类所食的100多种农作物，包括坚果、蔬菜、浆果、柑仔类，也有瓜类、授粉。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甲奥本大学的研究，虽然美国的蜂群数量正稳定，会当应付环境授粉的需求，也毋过到4月初的过去1年内，美国蜂群的数量减少48%，主要原因包括人为的因素、虫害，也有气候变迁。So there is a lot of things that can kill colonies, but we usually group, what we call the risk factors into those big categories: pests and disease, pests and parasites, and the disease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m, pesticides, poor nutrition, and then poor management. 蜜蜂研究员斯坦豪尔讲，去年蜜蜂死亡的比例正悬，主要是一种会寄生伫咧蜜蜂身躯顶的寄生虫——蜜蜂害烷所造成。这种虫会传播病毒，再加上极端气候加使用杀虫剂，互蜜蜂较无法度找到食物，就变做更加容易着病。因为这边蜂群的死亡比例，甲去年的39%，也过去12年平均的39.6%，也更加悬，是2020年年度蜂群死亡率50.8%记录了后的新高纪录。全球饲蜂人协会理事长艾文斯认为，这个损失的比例让人真担心。虽然大部分的饲蜂人认为，伫冬季损失21%的蜂是当接受的范围，不过有超过60%的饲蜂人因损失的蜂群超过这个比例。伫2007年，美国就发生过上百亿只蜜蜂离开受了死亡的情形。当局认为是蜂群衰竭失调，不过无法度确定死亡原因。迄当阵真侪蜜蜂专家拢认为会造成饲蜂这种职业消失。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